故事劇場，那天他終於舉手發言。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個有關勇氣嘅故事。浩然呢，性格好內向，喺一年級開始呢就好怕舉手答問題。老師呢每次都會問有邊個想試下答下呢個答案呢？全班都會靜咗，佢總係呢偷偷咁望下其他人，希望有其他同學先出聲。而去到呢5年級嘅時候，新嘅老師留意到佢，而喺課堂之後呢，佢仲同佢講：學問呢唔一定係叻先講得出嚟嘅，只要你肯講，已經贏咗好多人㗎啦。而新嘅老師呢，決定設立一個叫勇氣星嘅制度，邊一個第一個舉手答問題呢，就好喺班房上邊嘅星星板度貼返一個貼紙。第一個星期呢，浩然坐足5堂呢都冇舉到手，直到有一次數學堂，老師呢慢慢咁望到佢，要唔要試下答一條答案啦？而佢深呼吸咗，慢慢咁就舉起隻手，全班呢都望住佢。佢把聲呢講得好細，但係呢答案係啱嘅。老師行埋過去呢，親手幫佢貼咗粒星星。過咗幾日之後呢，黑板上面出現越嚟越多星啦。浩然嘅星星呢雖然唔係最多，但係老師呢特登喺學期尾頒咗一個突破自我獎俾佢。從此呢，浩然唔再咁怕上台講嘢。原來呢，成長有時唔需要做到最好，只要願意踏出第一步呢，就已經開始變強㗎啦。想聽更多嘅故事，歡迎你繼續打嚟關心一線27778899，接通之後再按2字，或者上 YouTube 搜尋小樹窿電台 Podcast 頻道重溫。拜拜。